定是有什么误会。你是什么东西呀你？啊！住手！喂，峰峰，什么事？喂，你大声点！玉环，救我！府这边很乱。这个小事儿，我待会打给你。喂，不要打了！放开我你！好了，这样的人以后别打了。 谁娶谁倒霉，对别人打人。够了！见一次倒一次，小心点！大姐，你冷静一点，冷静点，大姐。走吧。哎，好了，大家都散了吧，继续玩吧，没事了啊，没事了。别拍了！别拍了，滚！ 我们走吧。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cannot be connected for the moment. Please redial later. 我送他上去吧。好。回去好好休息一下。咱们去花园走走吧。就坐这儿吧。想哭就哭出来吧，这样心情会好一些。事情都过去了，也不要再想了。
意思啊，让你见笑了。谁还没有难过的时候啊？哦，对了，我看你的胳膊，嗨，都是我不好。没事儿，这还没有剧组打的重呢。我这有这个，这是什么呀？怪不得叶波说你是个外星人，你连这个都不知道。这是创可贴，贴上它以后，很快就会好的。哦，好了，谢谢啊。也不知道叶波到家了没。芬妮啊，其实我兄弟这个人吧，他就是孩子气，再加上今天心情不好，但是我能看出来，他是非常喜欢你的。我不怪他，真的。任何一个男人看见今天这种场景都无法忍受，更何况他家族毕竟特殊，万一要是上了头条新闻，真的，一切都会变得非常糟糕。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不能自己做主呢？你知道吗？他家里对他非常严格，而且他跟我在一起也需要很多勇气的，所以我希望他好，你明白吗？其实这都是我自作孽不可活。所有男人不是都希望自己的女人冰清玉洁吗？我不会怪的。芬妮啊，你要始终相信，你是世界上最棒的女人。谢谢你，李焕。谢谢。没事儿，你回去好好睡上一觉，明天呢又是灿烂阳光的一天。你这么说，我特别高兴。对了，我明天要去趟北京参加活动，那我们记得常联系啊。好的，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妙芝，皇后。叶博士，叶博士，刘佳，刚才怎么了？你刚才晕倒了，是不是这2天太累了？请假好好休息一下吧，啊！我刚才在上网，怎么会突然就晕倒了呢？你好，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. 我扶你回去睡觉，走，去休息吧，走。刘强，你能帮我办件私事吗？你说。你帮我找一个人，他叫冯峰。回头我把他的电话和地址给你，你一定要找到他。如果他有什么事情的话，请你尽全力去帮助他，好不好？
是个女孩吧？放心了，我会把事情办好的。刘强，谢谢你。不谢，走吧。猪猪，冯峰，你吓死我了！你怎么样了？我可笨了，我们家窗帘坏了，我就跑到阳台上去拽窗帘，一不小心我就掉下来了。你看那儿，轻微骨折，这儿也破了，头会不会摔傻了呀？不会的，不会的啊！你放心，现在医学这么发达，肯定会治好的，一定会治好的啊！你别瞎想。啊，对了，你不是有个那个跟你一块住的男友吗？哦不，密友吗？李欢呢？你可别提他了，我给他打电话，他说他忙，估计人家没空吧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你好，喂，你好，这里是110。喂，你好，我的老婆失踪了。失踪了多长时间？有没有48个小时？我不清楚。不知道。我不知道。哦，那就有。喂。哎，芳芳，你看，这不是跟你一块住的那个室友李欢吗？他上新闻了呀！快看，我看看。神秘帅哥，及时掩护什么美女，何许人也？小空狗，怪不得不接我电话呢。哎呀，真没想到这个李欢还挺厉害的，居然和当红花旦搞在一块了。哎呀，咱们的娱记啊，真是越来越有娱乐精神了。喂，喂，你好，冯冯小姐吗？对啊，你是哪位啊？哦，我是叶博士的助理。您找他的时候，他正在忙着呢，所以让我来联系你。可是我打你电话一直打不通。去你家找你，你也不在家里，你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？我没事儿，谢谢啊。叶博士他非常担心你。如果你有什么事儿，你完全可以跟我说，我会帮你转告他的。哎，没有，我没有事儿。哦，谢谢啊，拜拜。叶家，你最好再也不要找我。哼。芳芳，叶家是谁啊？爱谁谁。先生，你设了计成功了，李欢果然偷偷回来探视了。人的好奇心是与生俱来的。可是李欢为什么要带个女孩子来呢？那女孩究竟谁啊？我调查过，这个女孩名叫冯峰，她是在1年半以前失踪的，突然在半年前出现在本市。失踪了1年，那她去哪儿了？我动用了所有的关系调查，但是没有人知道她这1年在什么地方，好像是从人间蒸发了一样。不过，冯峰出现之后，一直和李欢在一起。
那这个李欢和峰峰到底什么关系啊？这个我要弄清楚的。哎，蝎子，最近出去有什么收获吗？我们在莲花山大天坑附近挖掘了一具古代女尸。古代女尸？啊，这古代女尸和太宗皇帝有什么关系啊？老白还在调查。李欢和冯峰，先别打草惊蛇，先调查清楚他的身份。哎。峰峰，峰峰呢？你是谁啊？我们见过，我是冯峰的朋友，过来帮他拿点东西。哎，他在哪儿呢？讨厌！你告诉我，他在哪儿呢？求你告诉我他在哪儿，好不好？我是她丈夫，我有权知道。你有什么权利知道啊？峰峰受伤的时候给你打电话，你在哪儿呢？他受伤了。要不是120及时赶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原来他是找我求救啊！我如果知道他受伤的话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当时声音特别吵，听不清楚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听不清楚？我看你是不想听啊，还是听不清楚啊？啊？不是，他给你打过2遍电话，你都听不清楚，难道你是聋子吗？你呀，不是没空吗？你不是很忙吗？他的事儿啊，就不劳您操心了啊。哎，你呀，还是忙你的去吧啊。来，我帮你拿。喂，你听我说。你有什么话，还是亲自跟冯峰去说吧。你口口声声以丈夫自居，可是冯峰并不是你的妻子呀。啊，就算你是她丈夫，可是你有尽到做丈夫的一丁点责任吗？我告诉你，以后不许你再纠缠冯峰。烦人！你跟着我干嘛呀？我帮你拿拿。你给我放手！给我吧！哎，撒手！给我吧！开车！哎，喂，停车！停车！师傅，停车！师傅，快停车！停车！佳叶，快走，快走啊，佳叶！站住！尹僧，汉奸阵还不下跪！尹僧，你该当何罪？我有什么罪？你身为朕的国师，又是佛门弟子，不守戒律清规，竟敢跟朕的妃子私通！叶家，你刚才大喊大叫的，怎么回事啊？爸，
没事，就是个噩梦。是不是工作太累了？如果真累的话，找个时间好好休息一下。没事。刚才我听见你叫李欢，你跟他很熟吗？还行吧。他曾经是我的一个病人。哦，你跟他认识多久了？认识他1000多年了。啊？没有，认识半年了，不到半年吧。哦，你觉得他人怎么样？了解不是太多，所以呢，我也做不了什么评价。哎，爸，你怎么对李欢这么感兴趣呢？啊，我对他的身份很好奇，我完全查不到他的任何记录，什么都没有。会不会是有些地方户籍管理混乱，一些孤儿无家可归的人四处流浪，他们都没有身份证，所以查不到记录的话，应该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吧？李欢是孤儿，从小流浪，这倒也说得过去。但是那么长的时间，总有记录吧？而他这之前的20年，完全是一片空白啊！来，坐。叶佳，佳妮来了。哎，爸，佳妮来了，我去看看她。叶妈妈，一哥哥没事吧？我好担心他哦。妈，佳妮。佳妮听说你在实验室晕倒，特地来看你呢。一哥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谢谢啊。哎呀，家里又不是缺你挣钱，干嘛凡事自己亲自动手啊？手底下不是一群人吗？叫他们做呀。对呀，叶妈妈说的对，要不你放几天假，我们出国去散散心？不行啊，我跟卫生组织订的合同还有3个月就到期了，现在是研究的关键阶段，这个时候我哪能掉链子呀？佳妮，去国外旅游的事情，我们以后再说吧。来。峰峰回来啦？他怎么来了？峰峰，你怎么样了？啊！我真该死，我不知道你出事了。你这个傻瓜，有什么事情不能等到我回来再说呢？非要冒这个险？我没什么事儿，我自己可以的。你不是忙着给芬妮当护花使者呢吗？峰峰，以后只要你有事给我打电话，我一定会第一时间赶到的。你放心。你是电影演多了吧？听着虚情假意的。一个是暴君，一个是明星，你们可真是天生一对啊！峰峰，你晚上想吃什么？我去买。我去买。猪猪，你都熬了1天1夜了，非常累，你回去吧，有我在，你放心吧，我会一直守着他的。猪猪，你都累了1天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没事儿。就是你回去吧，真的有我在，你放心好了。那行，我明天再来看你，好不好？你自己好好的啊。拜拜。拜拜。男人就是这样，当你需要他们的时候啊，他们就躲得远远的；你要是不需要他们了呢，他们就拼了命的赶上门儿。好好休息，我会一直守着你的。我跟你讲一下那天芬妮的事。那天一个胖女人奔着芬妮就往死里打，如果不是我拦着的话，她一定会被打死的。我当时要是知道你受伤了的话，我一定会第一时间赶回来的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叶博士，今天下午2点有个座谈会。退了吧。那明天早上有个演讲会，董事长让您过去。我不想去，退了吧。可是，刘强，
把这一周所有的活动全部都给推了。这啊，我想静一静。芳芳，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来了，都是你爱吃的。我不饿。你都1天没吃东西了，怎么会不饿呢？我真的不饿，你吃吧。芳芳，都是我以前没有好好的待你，你别生气了。李欢，谢谢你啊。我知道你现在挺忙的，你回去吧，别耽误你的事儿。你也看见了，不要紧的，过几天就能出院了。你的病还没好呢，怎么可以出院啊？就是一点小伤，回家养几天就好了。哎，对了，我卡上有6万块钱，有一半是你的。什么你的我的？我是你老公，我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。我这次住院的时候用掉了你的一部分，等我出院以后就还给你。芳芳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跟我说话啊？我觉得特别别扭。你能不能跟以前似的骂我2句，我都觉得舒服？贱男人！对，我贱，我傻，我二，我神经病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以前对你说话是不太客气，是我不对，我以后尽量客气一些啊。芳芳，我的那个戏过2天就杀青了，我会好好过来陪你。哎，你不是跟我说要带我去迪士尼看米老鼠吗？等你病好了，出院之后，我们去看米老鼠，好不好？还迪士尼呢？你想得美！你也不看看自己都留几块大洋？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，我能去哪儿啊？嗨，我又不是说现在就去，我说等你病好了我们再去。叶佳，他人呢？没来看你啊？他干嘛来看我啊？我又不是他什么人，他也没有义务来看我。小峰，小峰，你在吗？小峰，小峰，你在吗？小峰，小伙子，你这么大的声音，屋子里要是有人，早就出来了。大爷，您知道他去哪儿了吗？这我哪知道啊！你呀，还是到外边想想办法吧。老伴儿，哎，来了。你醒了，正好给你买了早餐。李欢，你可不可以帮我找个女护士过来啊？嗨，干嘛麻烦别人呢？我带你去。啊，这不好吧？没事。哎，不好吧？哎，放我下来！小心腿啊！丢死人了！下次还是帮我找护士吧。不行。小心。
手给我。啊？手，快点。那，那只。好了，今天呢，朕伺候你用膳。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来，张嘴。李欢，你好慈祥啊！你这样让我想起了我爸。是吗？你以前照顾我的时候，也让我想起了太后啊。调皮。你更调皮。来，太后，用膳。尝一点，来一口啊！不吃。不吃啊？哎，乖。叶波，把李欢电话给我。怎么，要人家电话干嘛？强占人家妻子啊？叶波，小凤不见了，快给我。冯峰不见了，冯峰不见了，你就要人家电话通知人家你已经强占人家妻子了？哼，你这个人啊，当小三当得我毁三观好吗？你太狂妄了！明天网上就会有人报道你叶家三少当小三，哼，还是个男小三。叶波，叶波，谢了。芳芳，我们出去走走吧。我看外面都是推着轮椅啊什么的，我感觉还挺舒服的。我去租一个来。李欢，你回去吧。我为什么回去啊？我回去谁照顾你啊？猪猪啊！哎呀，那都是外人，人家也要上班的，你老麻烦人家干嘛呀？我不管，我要睡觉了，睡觉。哎呀，睡觉不能蒙着头，对身体不好。我就蒙。哎，你别睡了，你天天睡，你是猪啊？我成天吃了睡，睡了吃，我不是猪是什么呀？你干嘛？你这是干嘛呀？你让不让我活了？我想跟你说说话，好几天都没有听到你叽里呱啦的了。我不想跟你说。可是我想跟你说，我不想跟讨厌的人说话。我当皇帝的时候，你讨厌我，我可以理解。我都已经到现代社会，改了好多的缺点了，我没那么招人讨厌了吧？你为什么还讨厌我呀？因为你是段正淳，我讨厌段正淳。芳芳，又是你了。小公狗段正淳，花心大萝卜，千年僵尸。我最讨厌你这一脸坏笑了。是不是我现在成这样，你特别高兴啊？哎呀，生意来了。喂，李欢，冯峰在哪儿？叶家。冯峰在哪儿关你什么事啊？你这该死的第三者！李欢，我再问你一遍，冯峰在哪儿？快告诉我！滚！哼！
一脸坏笑，一准没好事儿。我这笑得开心呐，非常非常的开心。因为什么呀？我当然要开心了，我接到新生意了，新单子。哎呦喂，单子这词你都会了，真时髦，是吧？老实交代，是不是我出事的那天，你故意不接我电话的？我就是故意的。你说你平时老那么欺负我，我得拿架子。要不你怎么知道我的重要性啊？是不是？还拿架子？我看你就是为了当护花使者，你就故意不管我了，不管我的死活了。不是，我真的不是那样想的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相信我啊。没事儿啊，谁让我是打不死的小强呢？啊，福福真可怜。你不是小强，那件事情真的是我不好，我知道错了，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。其实我一直都希望只对你一个人好，相信我。哎，你写的那小说啊，我天天在网上追着看呢，可好看了。你里面写的那个皇帝，活灵活现，是不是以李欢为原型啊？那个迦叶是谁啊？迦叶就是迦叶呗，和尚。不对，这个迦叶他肯定也是生活里的人物，你肯定是把生活中的人物也写到小说里去了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你这个艺术嘛，它来源于生活，但是高于生活嘛，对不对？哟，哦，我明白了，这个迦叶肯定也是生活中你的追求者，像李欢一样，他追求你吧？迦叶，叶家。上次听你打电话的时候念叨的是叶家，他们俩是同一个人吧？对不对？烦人！你呀，快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给我一五一十的交代。我又不是犯人，我干嘛要交代啊？哎呀，你不说，我也知道。这个叶家呀，来头可不小哦。他呢是洛克菲勒医学机构驻中国地区的首席专家，他有好几个头衔呢。我听说他是医学博士、心理学博士、哲学博士，西方宗教研究博士和东方佛教博士。哎呀，这简直就是一个福尔摩斯在世啊！我看你才是福尔摩斯呢。哎，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我说的特别对，特别崇拜我呀？呸！你给我老实交代，这个叶家是不是在追你啊？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，有什么值得人家追的呀？我是单相思。你怎么了呀？你可是美女作家呢。不过我告诉你啊，人的一生特别快，唰的一下就过去了。你要是真喜欢那个叶家，你就应该勇敢的去追，你知道吗？时间不等人的。要是有你说的那么容易就好了。唉，算了，你想怎么做我不管你了。不过呢，你的小说一定要快点写，我可是你的头号粉丝哦，我天天追着看呢。好，为了你我也会加油的。哎，你上次说你妈妈帮我找房子怎么样了？早就给你找好了，要不是因为你住院，现在就可以搬去住了。人家把屋子都给你打扫好了，所有家具都特别齐全，只要你人直接进去就行了。真的？那我马上就搬。不行，你在住院呢。哎呀，我这过2天就可以出院了，我这脚伤养2天就好了。我可是穷人，住不起医院。李欢不是说帮你找好医药费了吗？我不想用他的钱，还欠他人情，我要跟他一刀两断。老婆，
老婆，说曹操，曹操就来。猪猪啊，谢谢你照顾我妻子。你乱说什么呢？谁是你妻子啊？我妻子当然是你了。猪猪，你先上班去吧。那我走了，拜拜。我会想你的。拜拜。喂，你能不能不在外人面前这么叫我啊？为什么？你就是我妻子，我下过聘的。又来了，又来了。走了，走了。没事，我自己可以的。听医生说，这石膏回家拆就可以。我想过2天就出院。那不行，你还没好彻底呢，万一留什么后遗症，我不还得负担你一辈子？你想得美！哎呀，像我这种伤啊，不能指望它1天就好，回家养个10天半个月的，自己就好了。你要想出院，你休想啊！蠢女人，你是不是担心钱呢？你这个女人，该省的时候不省，不该省的时候瞎省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是个财迷。叶佩给我打电话说找我有事儿，我过去看一下有什么事儿。一会儿你要是有什么事情，你打电话给我，我先过去了。你去吧。记得多喝点水啊！芳芳，干嘛又回来了？我害怕，一离开你，你又不见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只有你一个亲人。我害怕你又离开我，不管我了。你现在怎么跟个老太太一样磨磨叨叨、磨磨叨叨的？哎呀，快走了，快走了！闪！出去啊！叶伯父，这次找我来是看什么宝贝啊？确实是看样东西，不过这一次看的不是什么宝贝，而是一具尸体。来，坐。几天前，在莲花山上，就是找到皇帝的剑和古籍的地方，发现一具古代女尸。国外买家已经和我谈好了交易，如果鉴定清楚年份和人物身份，这个成交价可是天文数字啊！这是白教授从现场发回来的照片。这具女尸很有意思，出土的时候呢，整个身体保存完整。没想到古代的防腐技术是如此发达，只是什么？脸部好像被毁容了，难以辨认。不过我已经找了人体的骨骼专家，利用计算机恢复容貌。我一直在研究北魏时期的历史，我怀疑这具女尸应该是当时的陈皇后，所以请你来，想利用你的丰富的历史知识，帮我辨认一下身份。
你觉得她是不是陈皇后？她不是大明星芬妮吗？哎，你说的也倒是啊，她和芬妮长得有点相像。不过，你认为她是陈皇后吗？我又不是那个朝代的人，我怎么会知道她是不是？我的皇后，你真的已经死了。峰峰说的没错，芬妮只是长得像你的一个现代人而已。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峰峰，你是我唯一的亲人。喂，春女人，我又接到戏了，电影《少林寺》里的皇帝。哦，恭喜你啊！哎，他们给我钱了，那我现在就到医院去。哎，你别去医院了，快回家吧。不用去医院了。我出院了，不需要别人照顾了，快回家吧。啊，好的，那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就回家。峰峰，喂，你在哪儿？我在新的出租屋呢。我不是跟你说过我要搬走的吗？你在哪儿？你告诉我你在哪儿好不好？你告诉我，峰峰，你在哪儿？我真的挺好的，你放心吧。只要你愿意，我还是会把你当做朋友的。峰峰，你告诉我好不好？我再也不会缠着你了，我不会再强迫你做我的女人，我只是想好好照顾你。告诉我好不好？喂。你好，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. 峰峰，这辈子你
注定是我的女人。无论你走到天涯海角，我都一定要把你找回来。小峰，小峰，你在吗？小峰，开门呐！小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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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吗？小峰，李欢，小峰在哪儿？他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你是不是威胁他了？小峰到底怎么样了？小峰是你叫的吗？她是我的女人，你是小三儿，第三者。快点告诉我，告诉我小峰在哪儿？如果不是因为你，峰峰不会离开我。我要杀了你！你杀我？1000年前你就把我给杀了，现在你还要杀我？我绝不会让你再杀我！我绝不会让你再杀我！你居然记着1000年前的事情，你根本不是叶家，你是江毅！究竟在哪儿？你是不是把他给杀了？对，我不但把他杀了，我还要杀死你这个不守清规戒律的殷商！你究竟对他做了什么？李欢，猪猪，喂，看到桌子上吃的了吗？我正在吃呢。还是你最好，知道我喜欢吃什么。哼，那必须的。哎，汤喝了吗？都已经喝完了。哦，多喝点对身体有好处。我知道啦。哎，你等一下，我好像有电话进来了。哦，那我在线等，你快点啊。猪猪，你说吧，没事了。那么快，你都没接吧？什么人啊？无关紧要的人。
欢吧？他还有脸打给你啊？哎呀，不是他，那谁啊？喂，你怎么不说话了呀？哎，难道是那个天才博士叶佳？哎呀，冯冯，你别不吭声啊！别说了，说点别的吧。为什么不说啊？你那天一直念叨叶佳，我已经觉得很不对劲了。哎呀，你能不能不再提他俩了？好，我知道了。行，那你好好休息。我呢，要是下班早的话，我就过来看你啊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叶博士，你的脸怎么了？哦，没事，遇到一个人发生了点争执。打架了？报警没有啊？刘强，我没事。哎，对了，有位小姐在找你呢。她在哪儿呢？在外面呢。你就是叶佳？这位小姐，你是？我是猪猪，我是冯冯的闺蜜。那你能告诉我她现在在哪儿吗？猪。小冯。怎么是你啊？你怎么伤成这样了？我没事，就是关窗帘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下来。我还要工作呢，就不陪你聊天了。你回去吧。哎，我来找你不是跟你聊天的，给你打电话你不接，我以为你……我知道你工作忙，回去吧。你也看见了，我没什么事。小凤，我之所以前几天没有给你打电话，是因为我想静一静。因为你和李欢的关系吧，我跟他没有关系，就好像我跟你也没有关系。小凤，叶佳，该死的叶佳，怎么说走就走了呢？你不是我的家业，你不喜欢我，要不怎么这样就走了呢？你会不会再来敲门啊？我先扶你进去。那天我摔伤了，给你打电话你也没接，我还以为自那天以后你就不理我了呢，所以我就决定也不理你了。小凤，你知道吗？那天我跟李欢打完架以后，我心里就特别难受。
你和李欢住在一起，我心里感觉很不舒服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你。那天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在实验室晕倒了。当我醒来的时候，我才看到你打的电话，我就感觉到你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儿了。但是当我再给你打过去的时候，你的手机就已经关机了。我心里感到很不安。这2天我也特别着急，我以为你被李欢害了。小凤，我有一套别墅，现在基本空着，没有人住，你搬过去和我一起住吧，这样我照顾你也方便。不用了吧，我马上就快好了。那也不能没有人照顾你啊。哎呀，好了，你别管了，你先坐这好好休息，我去帮你收拾东西。夏夜，只有你才有这样的语气，这样的神态。夏夜，我的夏夜，为什么每次见到你，我就一点免疫力也没有？少爷，给我吧。你帮我拿一下。我抱你吧。我能走？哎，快放我下来！放我下来啊！好，慢点啊。嗯。哎，王伯，给，谢谢啊，不客气。慢点。哇！你的奖章和奖状比我的还多呢，你好厉害啊！你从火星来的吧？我不是从火星来的，我是妖怪。走，快去那边坐着，我扶着你来。慢点。你放手的决定如此干脆，穿过山关上门头也不回。惨白的月光下尽是狼狈，青石被晚风打碎。握不紧你的手是我不对，太用心的面对让你太累，无端的去回忆徒增伤悲，我独自不醉不归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看不清你心里究竟爱谁，抹不去的回忆难以入睡，留下我独自伤悲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黑夜里我独自倾听心碎，你把我的迷梦彻底打碎，只剩我独自面对。握不紧你的手是我不对，太用心的
去回忆，独自伤悲。说不能乱扔垃圾，垃圾应该扔进垃圾桶。看不清你心里究竟爱谁，抹不去的回忆难以入睡，留下我独自伤悲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黑夜里我独自倾听心碎，你把我的迷梦彻底打碎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你喜欢这件啊？小姐，你的眼光真好，这是本季的新款。你好，多少钱啊？28000元。走吧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黑夜里我独自倾听心碎，你把我的迷梦彻底打碎，只剩我独自面对。先生您好，有什么需要吗？我要买这条裙子。先生，这里是时装店，不是饭店，您记错地方了吧？你居然敢跟朕这么说话，不怕朕诛你九族吗？先生，麻烦您出去好吗？不要妨碍我们做生意好吗？麻烦您出去好吗？老子不发威，你当老子是孙子？朕是皇上，有的是银子。怎么回事？经理他胡言乱语的。我要买这条裙子，给他包起来。大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就你自己吗？三弟，啊，三弟，大哥，我带你回家吧，啊。芳芳，是不是我哥又惹你生气了？他这个人，一副人样，禽兽不如，还不如我呢。我只泡单身，不搞人妻呀。大哥，不是我说你，既然人家心里没有你，你这有何苦呢？你帅得这样没节操，还怕没有女人吗？好，我带你回家啊。